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我早警告过你，你只能把我姐当一家人看。你现在干了些什么事？我干什么了？我就是拿她当一家人看啊！还狡辩！在大街上牵着手走，那叫一家人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刚才跟冰窟窿看到你跟宠物。你应该知道，现在跟我姐在法律上是什么关系，居然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，得有多少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，说个没完没了。我姐从小到大可是被人夸着长大，一直被人捧长大的，凭什么你在这事上让她受这么大委屈？你说呀！我也不行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爱上她了，我就是爱上她了。我一直都在忍，从家里破产之前我就在忍，我一直都不敢让自己对她有什么非分的想法，我一直都在控制。可是你说我跟她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们天天一块儿上班，一块儿下班，每过一天我就越陷得深一点，我早就控制不住了。感情这个东西本来就很难控制的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神，我没有那个本事，你有吗？如果你跟小疯子成了法律上的兄妹，你就能不爱他了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能吗？你真的喜欢上宠物啦？我刚才听见他们的屋子里好像吵什么呢？没有吧？哦，对了，我爸找2家媒体，说是给小农场做宣传，估计正在商量这事儿呢。哦，商量事儿呢哈。你们商量完了？商量完了。啊，行，早点睡吧。哎。傻宠物，你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呢？我现在特别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儿。当初我以为爱上你了，可我爸和二妈还没离婚的时候，我就尝过这种滋味儿，特别难受，五脏六腑天天就跟泡到辣椒水一样，又烫又疼。那时候我还不是真的爱情呢，就难受成这样了。你现在这，以后你怎么办啊，宠物？嗨，傻瓜，你跟着难受什么劲儿啊？我心疼你和栗子姐嘛。谈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！凭什么你们2个全世界最善良、最值得爱的人，好不容易爱上对方了，却只能藏着掖着，不能好好去享受你们的爱情呢？而且，我特别怕将来你们可能会分开，可能会和我们分开。我不要家里缺任何一个人，我受不了失去你们任何一个。家里怎么会缺人呢？
绝对不会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分开。我们也没打算把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，就维持现状就挺满足的了。我们只要能跟对方在一块儿就好，我们也不奢求别的，所以咱们怎么可能会分开呢？家里怎么可能会缺人？傻瓜。宠物。姐，你那么优秀，其实能选择的人很多。我不是说楚木不好，自从他们来到我们家里，磕磕绊绊经历这么多事情，一路走过来，我早已经把他们当一家人看，把他当兄弟一样。你们俩，我不愿意看到你这么难受，更不愿意看到你顶这么多压力，受这么多委屈，尤其连老八那关怎么过都不知道呢。杨，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栗子，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你的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喜欢。对呀，不知道，就是喜欢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和楚木不会有什么结果的，可是我不想躲开，也不想回避。就像我每天要吃栗子一样，明知道吃的太多，第二天胃肯定不舒服，而且吃的太多还容易发胖，还要刻意的去减肥。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，因为我实在是太迷恋把栗子放在嘴里嚼的感觉了，是那么的香甜，那么的诱人。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给我这种感觉的东西，所以我实在是舍不得。